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桃园中立的警方判一个由乌帮分子所开的应调站。这个主嫌唔拿来中介着外籍女子做性交易，佮想要用创意私房的模式拍摄着未成年少女的影片。因为少女无愿意，嫌犯就讲凌迟讲软禁，是最后这个少女找到机会来逃走，走到病院去急诊。在医生甲社工的帮忙之下，警方顺利破这个应调站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有搜索票，给你看一下。警察包围一位穿乌衫的查甫人，问伊当伊应西，查甫人就是为配合警察的调查。人口吗？我没有人口啊。问什么回答什么就好。警察会抓到由乌道开的猫仔经是行为，正像一位未成年少女家己去病院急诊室挂号求助，医师发现身上规身躯拢是扣人凌迟可毒的粉尘，而且佫是乌道分子用电报枪咧夹弹，随通报病院社工报警协助。经过调查，主嫌姓杜的查甫人，于2024年1月开始，就开始叫未成年少女含外籍小姐去谈，而且长期控制真侪位未成年少女的行动，叫因爱听话，佮强表现翕通光光的影片，暗算而创意私房将影片传到网络顶卖。破获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杜南等人经营之应招站，兵分多路持拘票及搜索票带回杜贤等10人，另通知嫖客25名到案。扣得手机、笔电、震爆枪、武士刀等证物。如今成功瓦解犯罪集团，救出10位未成年少女，佮超出侪现金含金码，价值差不多130万。姓杜主嫌等10个人因为涉嫌买卖人口、李小新不下含妨害风化罪嫌被起诉，马上发现新亚温村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